家好，我是马玉璇，欢迎收看书城的迄一天。嘿。这是台中丰原，我伫这熟悉到一个阿妹啊，因兜是伫咧种葡萄的啦。啊，伊甲我讲话，因兜足侪足趣味的所在呢。啊，唔知影是倒有咧趣味，无咱做来去看卖啊，行。啊，算行较慢啊，拄则欠卖弄着葡萄啦。卖弄着葡萄哈。我无弄着，险啊，险就是无弄着。我有注意。啊，咱来办啊。对遮啊。对。我无记你摕板凳啊，我紧来去摕。板葡萄爱摕伊了啊。因为我想矮啊。啊，无够大汉。对啊。这条是你的板凳啊。对。你的椅料啊。对。我来教你要安怎用。这地下底有一个坑。拄这坑看入去啊？对，甲伊拍开看内底的葡萄。我看卖啊。若是要确定，那会使为遮甲地下游落来，看内底。哦。安尼，啊，这个就会使。安尼就会使。加对。为遮，安尼就好。上顶悬的迄个所在啊。对，上顶悬的所在。哈？无啦，我讲。面好，好，摕好，有。我会甲当做宝贝甲摕咧，啊，甲包咧。啊，讲放遐。放咧就好。啊，毋过这内底阁有足侪，这是有的哦。哦，包伫内底哦。你好。放咧就好啊。好，伊来做一遍。等我看。这坑无好看呢。开啊！设计。有，安尼，这拍会使吼。会使。啊，落一粒。无紧，迄落掉。哎，这个互你教。这条是会使吼。会使。安尼，这个第一你甲我摕。加上顶悬遐吼。安尼。我落倒转。佮落倒转去。啊，放咧。放遐。好，先来，你个试看，你要掏出去。哎，对。哎，这拍比拄则拍较大拍。系摸好哦，啊，做大啦，好摸，哎，答对了。这拍比拄则拍较大拍啦。我厉害。但是我落无啥入去，会卡条的。有啊。OK，一下，哎呦，哦，啊，这就够恁咯。好，无问题。我的骹手嘛是介美啦。我白讲。你袂当对家己无信心，咱爱对家己有信心，咱会使。有，这。你遮敢好甲？无啦，无，伫遮。无，搁较后壁。敢是啊？哎呦。啊好。你夹。啊好，夹唔对呀。唔对，你好可以啦，嘿。夹无够大吼。用搞，咖啡厅的小馆啊。好，你套。
一把伤长啊哦。细字细字，逐竿、逐拍拢爱甲当做宝贝。对那是这种阿公种的哦，对，拢阿公种的，规区哦。有产销履历的哦。阿公拢甲伊当做宝贝共款，每一届阿公啊甲阿嬷拢爱轮流食饭，来顾伊的葡萄。啥啦？袂当做伙遐困。袂使，因为迄鸟仔会来食葡萄，甲落仔加一个空，就甲葡萄食掉啊！这有我巧，足厉害的，迄白头壳啊，足厉害。白头壳啊，嗯，伊会甲伊偷，对，还是有咱甲教，有哦。啥甲教？因的祖先哦。嗯。阿公，你咧做啥？讲捡葡萄，这是我的阿公，伊足顾节，伊上爱伊的葡萄，伊种的葡萄甜佮健康。哎，谢谢。阿公今年收成有好无？今年收成无好，做田一当摆望后当，哎哟，安尼会安怎无？袂安怎啦？哎，做田就爱有这个觉悟，这足辛苦啊，工课足济哦，讲着做甲袂错，啊，就退休，安尼。好，拜拜。安尼讲，袂用抗议啊？对啊，鸟仔才会飞走。遐有一只鸟仔，对啦。你甲伊赶走。咻！哎，拢触礁啊，一大堆啦。厝鸟仔毋免赶，是迄个白头壳仔甲八哥才爱赶。遮嘛有足侪虫仔，进来进来。等下我有蜘蛛帮帮着，我的规个面拢蜘蛛丝。习惯就好啊啦。恁遮有足侪旱钱哦。我只要若伫厝安尼黑白讲吼，随用消。阿母，你咧做啥？我咧做葡萄冰啊，你要来斗三工无？这是我的阿母，伊对我足严格的。严格。严格，伊会晓教我功课，嘛会晓教我足侪物件。我上爱食伊煮的菜。来，咱来做葡萄冰，咱一个互大家食。你看，伊就是这么严格。好，行，来斗三工。这葡萄顶悬有果粉哦，吼，啊果粉真健康，你莫甲拢甲洗了了。我知影，你已经讲足侪届的。好啦，加讲几届，无一定袂记得哩。好。来，枪第一摆了，来先甲水沥掉。来，咱即摆来，放落果汁机，选来遮，你甲等落。你甲我讲，迄葡萄皮顶悬有啥物物件？叫啥？我唔知。袂记得哩，迄叫花青素。哎呦，花青素。知无？连皮安尼做伙食较健康。知影。即摆咱来放落果汁机，搅。好，互你记。好啊，来，你即摆来，甲遮个葡萄汁，较细腻哦，放在内底。啊莫，哎呦，甲你讲，迄较细腻的。豆豆来，啊毋通拢干那用泡尔，你爱用着汁，知无？要用着汁，来过来。嘿，你看这边顶悬全泡，啊遮就较水啊。咱兜较济人，所以做足济，大家才会当食吼。顶来啊！跟你做的。哦。好食。好一点。好这样哈。你在看啥？我来捡葡萄啊，看卖有闭起的，还是烂去的。
啊袂长熟的，甲伊加掉。阿妈这个要加掉无？迄个无要紧啊，遐个真好食呢。迄看起来脆足脆的对吧？毋是脆，伊无咧，伊还袂酸啊，啊袂酸哦。哦，我来加你，较袂迄，看卖有这是闭起的，比起来甲伊加掉，啊这是还袂长熟的，这个对，对，还袂长熟。这个是还袂长哦，这熟的。这细粒的，这我嘛看会出来，啊这是我嘛看会出来，这是还袂长熟的。啊这是烂去的，你闻看卖。嫩，要甲伊加掉，甲伊加掉。嘿对，啊，我摕像这我摕出来，内底阁有呢。有迄就是搭起的，啊，这感觉要爱，迄无爱做肥，迄做肥这肥啊。嘿，当肥料。这闭起个烂去。这里头爱加掉一丝丝啦，嘿，手会使捏，哦，阿太，手会使捏的所以安尼就哦，好。安尼，安尼，人客要捏较好。这闭起烂去的，我在位上下底哦，嗯安尼啊，嗯，出来吃，它的水了。这个闭起啊，啊，来，阿公拢嘛咧怎咧食？辛苦饱我干啊。哦，哎，这闭起嘛是个会当食，它太加是地着细。就用。啊，拢食家己种的葡萄。我拿尊口香糖哦，这无弄较袂必啦。啊，像这顶管啊，这就闭起，这就算闭起啊，对吧？哦，迄个得爱加掉对。嘿，哦，咱这拢爱看个足斟酌的。对啊，所以讲，囡仔人目睭较来，阿嬷老啊目睭较花，看较袂详细。嗯，亲像这较细，这就无籽，就好食的。买这大颗的，什么大颗？人讲大颗，葡萄爱讲大粒。大颗。哦，这粒有大粒，这想要食。这啊哦，。迄个上大粒。哦，这想要食。啊，无猜这个拢足大粒，我好啦，你大粒都今仔辛闭你。苦，好你大粒互你食。啊，真的会使食。真的啊。好，我来加你食。安尼当做是闭起的。头壳来食。啊，阿公若看咧，阿公这闭起的啦，袂啦，阿公嘛做小伊的。宝贝啊。阿公拢会做请查某孙的呢。你咧唱歌戏哦？呀，会晓唱歌戏。你是当时啊，转来拢伫门口定，着家己伫遐咧搬歌戏，我拢毋敢家己惊着，惊伊歹势。哦，搬到老好看咧。你有看到？我偷偷看，我惊你知你会惊歹势，有爱比啊！即摆就歹势。你来伫门口定搬，搁咧惊人叫伊看。搬，啊伊都无人伫遐，伊就家己伫遐搬啊，搬到老好看咧。啊，我就偷偷伫窗仔门遐偷看。啊，会想你要甲拍扑啊，甲惊一我伊下。就知啊。就无想要跳，就无想要跳。对啊，伊就伊就惊着，紧走入去。你甲惊一下。台拢安尼啊，拍婆啊，我就惊就走。惊着歹势啊！彼一天的代志课。阿叫来带咯。小姐，随我来呀！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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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。中午是正心，中午是正心，两边叫互灵，两边是互灵，顶悬是厝香。顶悬有厝香，来到这，这是银钱卡。这是银钱卡。安尼大家拢学会晓啊袂？这片是阮阿爸种的水生植物，啊，迄是多肉植物，啊，这是我甲我姊种的。这个是昙花，啊，伊敢有开花过啊？啊，袂呢。啊，这咧？这是文竹，啊，这是草莓。哦，气泡。哎，内底遐是啥？哦，迄是松果。真有这？去爬山的时阵慢转来。慢等啊。嗯。
啊，这是嘛是多肉植物，叫做落地生根。你姐姐甲阿爸拢会足介种物件。搁有我阿姐，啊，有啥物是阿姊种？这个是迷迭香，啊，这是芙蓉。啊，这是啥？这是马拉巴栗。什么栗？马拉巴栗。你是咧念咒语吼？唔是啦。马拉巴栗，无啦。做成咒语的啊！恁若拢知影遮迄个吉卜力名？我阿姊甲我阿爸拢会教我这是啥物。哦，拢是阿姊甲阿爸甲你教。嗯。像恁这外口种遮侪迄个花花草草，嗯。敢会有足侪虫？袂啊，但是有足侪水鸡，这要为着跳水鸡啦。遐有水生植物区啊，嘿，所以有足侪水鸡会秘伫内底。之前有一届阿母暗时的时阵出来掠水鸡，为什么？谁哪会掠？伤吵啊，一直叫一直叫啊。叫到无就困呀。对，啊伊掠起来的时阵，迄水鸡就一直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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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。水鸡是安尼叫的吗？水鸡是迄种的吗？无，伊互掠起来的时阵就安尼叫啊。阿爸，你的鱼仔要死啊啦！啊，真系假的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哇，你是遮生活鱼池啊？这是我的阿爸，伊足厉害的。这两个池塘是伊做的。无啦无啦，这爱种爱种，看这子母莲开甲足水的，这丛拢不爱开花。倒一丛？哦，这丛啊？上班花。嘿啊，有可能上班的时阵甲开花拢无看到。啊，迄丛哪一直开花？这丛足厉害，一直开。哇，这种较济，小田螺是啊，一大堆，啊，个烧酒嘞。阿爸真赞，种甲拢足水的。无啦。阿爸，你爱加油啊！你的植物拢要死啊！哪有？你要甲我斗3工斗种啊？好好好好，啊，拜拜。拜拜。Hello。我陪你倒哟。啊，你唔倒喺倒喺有日头的所在，你倒喺无日头的所在。你涂骹温温啊？温温啊。啊啊！真可以啊！贵人哦安尼，加椰子哦。啊，倒这日头若烧出来吼。趴落，要趴，趴过来，趴落，趴等下来。你不是会打13响10响啊，13响。就是13响，大家拢13响，恁若减3响，我袂记你啊。这背呢？你跟你说。这打一。这个我拢向互老师啊啦。阿顺，你敢有食过这？有啊。这花有花蜜，这是我国校的时阵，我伫学校拢会去捡来食的。真甜。这就是清甜，也是记忆当中迄个味。等下食到落屎哦。安尼我是卖食啦，我惊落屎。所以这拢是恁兜种的。对啊，拢阮兜种的。好吃饭了。哎，咱食饭啊，大肠过小肠啊。哎，拜托就上山。顶晚阁有迄个蒸盘的摆盘，哎呀，妈妈煮的，啊，还有一个，阁有一个嘿，爸爸，爸爸心好男人哦，阮是4代同堂， 4代同堂。我第1代。哎，阿公会食百里啊，阿公是咧遮勇行。好来，恁兜逐工就是坐安尼食饭。嘿嘿，不过伫这种正新好人中食饭，做有古早味的，佫有空白。我看恁大家安尼感情拢足好的，大家拢足麻的哦。他们大家拢拄做伙啊。哎呀，系啊，安尼像你安尼4代嘛，敢会对囡仔的望逐代敢会拢无啥共款。啊，就即马就
拢定型啊，身体健康，哎，啊，全家大家身体健康，安尼精神愉快，安就好啊。哦，健康。啊，无什么健康上重要。健康上要。啊，妈妈恁这台咧？问伊会当伊家己介意的内底有诶嘿，伊去发挥啊嘿去发挥安尼啊。系啊系啊，希望因两个家己拢有家己的梦想伊。讲，对啊。嘿，问讲啊，以后要种葡萄无？伊讲我早无爱咧。伊讲伊想要做老师啊。嘿，要做老师啊！一个要要和妈妈。一个要离林务局过山，一个要做老师顾囡仔。啊，就代表阿公你也袂当退休诶。伊讲阿公甲葡萄考了做好诶，伊就免操烦啊。系啊系啊。啊，阿太咧，对遮囡仔，对遮囡仔愿望哦，我即马望就是讲大家吼健康、平安顺遂，健康嘿真正是健康上，不要迄个是大人拢会要紧，上要紧囡仔来健康。系啊系啊。啊，袂食饭了正正，我甲伊有一个表演要来表演，表演。哦，妈妈随改啊。我就严格。要表演啥？有咧表演跳舞、唱歌，唱歌。会要唱歌啊。哦，安尼啊。一盆牡丹在四月，无风无雨，花袂开，等待三更，等落水，等落花心，花照开。死命啦！哎，好笑啊！好厉害哦！我阿璇啊，厉害。高读册，搁搞唱歌，搁搞造型。鹅乐，给你食食好了，食好了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哦，阿母看到目屎拢干咧，有够感动。你讲，我看因规口罩安尼，虽然人足济，啊，毋过因逐个人的感情拢足歹啦，感情拢足好诶。啊，因遮时阵人咧看这两个查某孙的时阵，就亲像因心内底的金甘糖共款，就是捧伫手内底的宝贝。啊，那阿璇就是伊对一寡伊家己咧做代志的时阵的想法，拢会有一种好的固执伫的。啊，像我家己，我嘛是会算较要求完美，我就会想讲，既然你就要做这件代志啊，你就甲做好嘛。你若是用心要去做一件代志，有好的固执，每一件代志一定拢会有足好的收成，唔通虎头鸟鼠尾啊！你要啉嘛？唔免，你来啉就好。你规罐拢要好啊？对我遮好。你讲我放假6点就起来，无啦。好啦，互你困较晚，好，安尼较会抽悬吼。好。你看豆豆仔细尔，伊也无想足紧的。进前伫遐掠着差不多40多只的蟾蜍。惊死！做条毛一趟。啊妈！预备，开始。无对。